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月底呢，伫咧南韩要举办 APEC 峰会，想要到北韩说伫咧22向东海发射弹道飞弹，外界认为讲这就是伫咧呛声，这是李在明总统上任以来头一回。张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因为安尼改变行程，去听相关的报告。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22早起8点10分，侦测到几啊粒敢若亲像地顶的弹道飞弹，对平壤南部的黄海北道中和郡发射，向东北飞大约350公里，落伫内陆地区临时海上。幸好即阵也伫咧分析，这是南韩总统李在明6月上任以来，北韩头一摆进行这类的试射。 时机是离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多国领袖到南韩庆州参加 APEC 峰会，敢若剩一礼拜时间。专家分析，北韩安尼做是要互人关注到北韩。川普有计20来到南韩，已经讲今年来希望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搁再会面。北韩官方媒体是讲，金正恩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放弃要求平壤非核化这个梦想。 北韩这个月早前话表示啊，等是因家己讲上强大打击范围无边际新型黑漆20型洲际弹道飞弹。也伫日本度假当选首相的高市早苗也与北韓的試射飛彈改變行程，提早到官舍來聽取簡報。関係機関から被害報告などの情報も確認をされていません。しかし高市内閣といたしましては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に万全を期すためにただいま防衛大臣また外務大臣に引き続きこの必要な情報の収集分析を行うよう。 高市早苗讲，无发现任何的飞弹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专属的经济海域。未来继续甲韩美两国密切沟通，并且共享及时飞弹有经资讯。也讲外交上希望尽紧甲美国总统川普这各国领导人建立信任关系。高市新闻是会中编译。